各位香港朋友，如果想喺珠海住得有質素、有前景，華發琴澳新城呢個樓盤咧，一定要嚟睇啊！呢個樓盤咧唔係簡單嘅一個普通盤啊，佢係有住240萬方嘅超級活力大城，同埋咧15年嘅沉澱打造出嚟嘅成熟生活圈。首先睇翻個位置真係冇得彈，直線幾百米咧就望到澳門啦，3座地標塔就喺窗邊，落樓咧就係十字門華發商都，行街食飯一站即搞掂啊！無論係想揀靠山嘅大平層連樓，定係想揀望海望澳門嘅靚住宅，最細從50個方到最大208平方嘅戶型都全部有晒，1房到5房任你選擇啊！所以無論自住又好，改善又好，都係非常啱用嘅。咁啊，再睇翻小區社區入邊啦，有東南亞園林風情嘅園林啦、風雨連廊同埋全齡活動區，以及業主會所等等，都幫你配置好晒啦。一見咧可以切換多種生活模式啊，住起身咧真係特別舒服啊！而家咧就臨近雙11啦，如果大家想要琴澳新城雙11嘅特價單位嘅咧，後台私信我 ，Kevin send 資料俾你。